租价总署昨公布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，今年增率是2.08%，又搁冲到2%这条通膨警戒线。其中这厝税指数起的幅度是来到2.66%，是这1996年6月以来上开悬的。在服务类的部分，房租的涨幅比较大，居住类上涨2.32%，主要是因为房租上涨2.66%。再加上电费以及住宅维修费分别上涨4.48%以及3.17%。房价呢是持续的呈现上涨的一个态势。先前不管是成屋或者是预售屋，它的房价的表现，那么所以当然对于屋主来说，也就会有顺势调高这个房租的一个动能。所以短期间看起来，在这个房租的部分，可能依旧还是会持续处于在高档。那这买厝价一直在起，这厝税嘛一直欠悬。租价总署就表示，这厝税指数今年6月就要起2.6%，这11月又个扩大。厝税一起是甲物价、厝价、修理的费用、甲利息拢有牵连。短期以来，这厝税要转好，卖去遐凶，恐惊是无解可能。